Just delay，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在佛诞日向全世界的佛教徒致以问候；司政边巴次仁继续在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展开访问；议长康波索南丹培接见印度教与耆那教领袖；议长康波索南丹培拜会卡纳塔克邦立法委员会主席。墨西哥议会支持西藏小组成员抗议中国大使参观议会。中央藏医药委员会谴责国际媒体对达赖喇嘛尊者的诋毁。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今天5月5号佛陀诞生、开悟和大般涅槃的殊胜吉祥之日，通过官网致辞，向全世界的佛教徒致以问候。达赖喇嘛尊者在致辞中强调，佛陀教导的核心是慈悲与智慧的结合修行，菩提心的修行、利他的觉悟精神是他所有教义的精髓。我们越是熟悉对他人福祉的关注，就越会把他人看得比自己更重要。我们将认识到我们对彼此的依赖，并将了解当今世界上80多亿人类都希望离苦得乐。因此，在这一殊胜之日，我呼吁所有佛教兄弟姐妹们保持慈悲利他之心，过上有意义的生活，并且为他人的福祉而努力奉献。保持一颗慈悲之心是实现世界和平与和谐的关键所在。另外，正在英国、苏格兰、挪威和丹麦进行访问的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于上周在上述欧洲国家会见了各界官员、议员和支持西藏人士。在抵达英国伦敦的第二天，4月24号，司政参加了由民主论坛组织的网络研讨会，并发表中国在西藏的72年殖民统治为题的演讲。在对苏格兰进行访问的最后一站，司政于上周五4月28号在抵达苏格兰阿伯丁市后，在该市市政厅会见了市长戴维·卡梅伦议员和当地支持西藏团体的成员。当天下午，在阿伯丁大学的教授马丁·米尔斯博士的主持下，司政在该大学国王学院会议中心的礼堂，向103名学生和工作人员发表了西藏的过去和未来为题的演讲。在此之前，司政在爱丁堡接受了英国《金融时报》亚洲新闻编辑缪迪基的专访。结束对苏格兰为期2天的访问行程后，司政边巴次仁于上周六4月29号返回伦敦。随后，司政与伦敦及周边地区的藏人青年进行交流，谈到了西藏的历史及独立地位、丰富的文化遗产、生态意义和现状，并强调了年轻一代的藏人在西藏自由斗争方面的重要性。当天晚间，司政向伦敦藏人社区的民众发表讲话，包括藏人行政中央前部长达拉格桑央吉和前代表次仁扎西出席活动。在离开伦敦前夕，司政访问了伦敦周末藏语学校，并与学生和教职人员进行了互动。司政边巴次仁于本周一5月1号抵达欧洲之行的第二站挪威首都奥斯陆，正式展开对北欧国家的访问行程。当天晚间，司政出席了挪威藏人社区举办的欢迎晚宴。司政于5月2号参访了挪威议会，受到来自挪威不同政党议员的接待。随后，司政与绿党议员拉斯穆斯·汉森、保守党议员英格杰德舒、自由党议员拉维尔斯图恩等议员进行会面。司政向上述议员们介绍了西藏境内的现状，包括中国政府正在实施的殖民式寄宿学校制度等政策。结束对挪威的访问行程后，司政于本周二5月2号抵达丹麦首都哥本哈根，首次对该国展开访问。在哥本哈根机场，司政受到丹麦藏人协会主席丹巴久美、丹麦西藏委员会主席安德斯·安德森、丹麦西藏文化协会主席格雷特·索维格、
丹麦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的代表迪娜和克劳迪亚，以及丹麦藏人社区成员的隆重迎接。当天晚间，司政与当地藏人青年进行了交流，谈到第16届嘎夏根据目前西藏境内的形势，不断加强对西藏自由事业的支持、参与及努力，并为藏人行政中央的发展项目争取经济支持。司政强调，流亡藏人社区虽然小，但可以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并鼓励年轻一代藏人继续在社区中发挥积极作用。在与藏人青年进行会面后，司政边巴次仁随即向丹麦藏人社区民众发表讲话，着重谈到了西藏历史上的独立地位，以及通过与各国政府和议员进行接触，努力争取对中间道路政策的支持。司政边巴次仁于本周三5月3号在丹麦议会拜会了丹麦人民党领袖、国会议员莫特梅塞斯密特。上午在丹麦议会拜会了外交事务委员会的成员萨沙法克斯议员等政要。当天，司政在哥本哈根会见了民主联盟主席乔纳斯·帕雷洛·普莱斯纳和相关成员。晚间，司政出席了丹麦西藏委员会和国际特赦组织联合举办的公开演讲活动，主要谈到了157名藏人的自焚抗议事件和境内藏人面临的困境。在谈到西藏境内的严峻形势时，司政强调西藏文化正在缓慢消亡，并呼吁民主国家在与中国进行接触时展开跨越国界的合作，而不是竞争。本周四5月4号在访问丹麦的最后一天，司政会见了北欧科技与民主智囊团主席托比厄斯·伯纳克和相关成员。藏人行政中央驻伦敦代表索朗次仁、秘书长洛雀桑丹、丹麦藏人协会主席丹巴久美、丹麦西藏委员会主席安德斯·霍伊马克安徒生和副主席汉娜·贝克斯布雷格陪同司政拜会了上述政要。另外，印度世界和平中心的创始人耆那教领袖阿查里亚·洛克什穆尼和印度教高僧马汉纳·瓦纳肖基尔达斯于本周四5月4号上午访问了西藏人民议会秘书处，并会见了议长康波索南丹培和副议长卓玛次仁。正副议长以西藏传统的礼节向2位来访的贵宾敬献哈达，并带领他们参观了西藏人民议会议事堂。在参观过程中，议长向他们介绍了藏人行政中央和西藏人民议会的运作情况，以及当前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和流亡藏人社区的发展情况。议长康波索南丹培还呼吁上述2位贵宾在他们的未来规划活动中，向各方人士提出西藏境内的情况和青藏高原的环境对全球生态平衡的重要性。来访贵宾也对此作出积极回应，承诺将给予支持。此外，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康波索南丹培于上周四4月27号礼节性地拜访了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立法委员会主席巴塞瓦拉吉。期间，议长康波索南丹培向萨瓦拉吉介绍了藏人行政中央和西藏人民议会的运转情况，并呼吁卡纳塔克邦立法会成立支持西藏小组。议长还感谢巴萨瓦拉吉先生对居住在印度南部的流亡藏人的支持，并邀请他访问位于喜马希尔邦的达兰萨拉和印南各藏人定居点。巴萨瓦拉吉先生则表示，他很高兴会见议长康波索南丹培，并承诺将在未来安排时间访问印南藏人定居点和达兰萨拉。随后带领议长康波索南丹培参观了该邦立法机构。与此同时，墨西哥议会支持西藏小组创始成员萨尔瓦多·卡罗·考布雷拉议员和伊内斯·帕拉·华雷斯议员于上周三4月26号在新任中国驻墨西哥大使张瑞参观墨西哥议会常会期间，手持西藏国旗，同时高呼"西藏自由、东突厥斯丹自由"等口号。抗议持续约20分钟左右，直至中国大使离开会场。上述2名议员是墨西哥议会支持西藏小组的创始成员。该小组由5个墨西哥政党的19名议员组成，于2022年11月正式成立。
多名该小组的成员组成代表团，于今年3月10号曾访问过印北达兰萨拉，并出席了藏人行政中央举办的西藏自由抗暴64周年官方纪念活动，表达声援。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总部位于印度北部的达兰萨拉中央藏医药委员会与来自全球22个不同国家的598名藏医药从业者，于上周五4月28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批评和谴责相关媒体和个别人士对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的虚假报道和诽谤。声明指出，为达赖喇嘛尊者量身定做的视频被中共特工和一些不负责任的国际媒体滥用，严重诋毁达赖喇嘛尊者的形象，以及伤害西藏人民和全世界佛教徒的感情。相关媒体及个人必须向达赖喇嘛尊者及其追随者道歉。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